们没有要求所有顾问团的这些顾问们所有的政见的想法都一致，那就变成一言堂了哦。所以我刚刚特别强调说，我们顾问团的成员没有要求说大家想法要一模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社福组的召集人冯教授先前的确是有跟他沟通过，那么冯教授告诉我们的讯息是他应该是同意的，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列上去。那他们两个人或许事情忙，谁忘记了这个我们不去追究。我想重点是说，他最后还是答应在我们这个顾问团里面啊，所以中间有这个小瑕疵，我觉得我们不会在意。我们重点是说，他说有些理念不一样等等等，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愿意进来啊，继续在这个团队里面贡献他的意见，这是最重要的。对。但是他也说他不认同92共识，这会影响我们顾问团的。我刚刚讲了嘛，说这个我们没有要求所有顾问团的这些顾问们所有的政见的想法都一致，那就变成一言堂了哦。那个我们会特别征询一下他对92共识的看法，转给两岸小组啊。但是他的重点是在社会福利政策，这个是我们要接受他的地方。所以我刚刚特别强调说，我们顾问团的成员没有要求说大家想法要一模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请蔡英文总统，你摸着你良心，到妈祖庙，到关公庙，你把这句话再讲一遍。你有没有用国家机器来打压我们的韩总统候选人？回首这3年半，我这次参选8个字：台湾安全，人民有钱。这3年半来，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蔡英文总统执政带领了民进党的精英分子执政，也一样8个字：台湾危险，人民贫穷。现在台湾的情况真的是越来越令人担心。不光是国际生存空间打不开，两岸关系紧张对峙，对外经济的活动以及新南向全部交出不及格的成绩单。内部呢，不管是蓝绿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隐藏的冲突性，真的到处可以看得到。我们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百工百业，都在担心现在以及忧虑未来的台湾。民进党执政3年半，蔡英文总统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说服广大的台湾人民，你如何把台湾危险、人民贫穷的状态扭转为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我觉得这是蔡英文执政3年半要对广大的台湾人民说清楚、讲明白。更重要，还要说服长期支持民进党的绿军，这些民进党善良的选民投票给你，到底交了什么样成绩单？我们希望今天呈现给大家的这100个顾问团成员啊，隐含这是100分的国政顾问团。但是刚才我们示意我们这个韩总统候选人讲的，其实我们有另外大概至少还有100个，今天没有露面，没有露出名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顾虑。他们有顾虑，这个我必须要坦白承认，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愿意进来，可是不愿意露面。前2天，蔡英文总统被你们媒体问到说，有没有用国家机器在打压我们韩总统？他说不会的，不会的。我请蔡英文总统，你摸着你良心，到妈祖庙，到关公庙，你把这句话再讲一遍。你有没有用国家机器来打压我们的韩总统候选人？或是将来我们这名单今天公布以后，会不会马上纳入你的监听范围？蔡总统，请你到关公跟妈祖庙面前，摸着你良心就抓，说你不会做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做这件事情，我们另外100个顾问名单可以再公布。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哎呀，我家里面商量以后，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不想公布，我们不想惹这麻烦，我们会被查水表，会被查税。”好，蔡英文总统，你听到我讲的话，请你到关公庙、到妈祖庙去就抓。